阿母，今仔日食啥货？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欢迎收看阿母今仔日食啥货。今仔日 Lisa 阿母要来教大家做俗芳。阮阿母做的俗芳是敢若加牛奶无加水的，所以食起来真软 Q， 就算是过几落工，嘛也是软 Q 啊软 Q， 真正是通人学乐的啦。想要学好，咱今来看要安怎做。咱需要的材料有元气米粉、白糖、盐、芥末、牛奶、heavy whipping cream、卵、butter。第一步，将元气米粉、糖、盐、芥末揽做伙，拉互焦匀。倒来倒 heavy whipping cream， 牛奶甲卵落去，开始互烂。阮阿母是用即台料理机来烂，即台料理机会当做真侪物件。我无咧卖机器哦，毋过嘛欢迎厂商来找我哦。大家若是无即种料理机通好烂，嘛会当用即种烂米机，也是即种人工牌烂米机来烂。第一遍烂好是即种黏黏粗粗，看起来无介水的样。咱来用即种烤板来甲黏伫围仔边仔的面糊烤转来煮体食，则注意爱用塑胶的烤板哦，无机器会烤歹去。你若是用人工牌的，就爱甲烂甲袂黏手哦。烤好了后，咱来继续烂。即摆伊烂烂，咱来拿放巴塔入去。人工牌嘛共款哦，爱烂烂拿放巴塔入去。即摆爱烂甲铁开有一层薄膜。恁看，阿母烂第二摆了后，嘛是也铁袂开，这就是也袂好，爱阁继续烂。第三摆烂好啊，恁看铁开有一层薄膜，安尼就是好啊。烂好了后，将伊摕出来，放伫一个容器内底。阮阿母讲，你若今仔日心情无好，会当甲涩涩的，甲内底的空气吸出来。其实无涩嘛无要紧啦。烂好、削好了后，就甲用保鲜膜包起来，等伊发起来，发到2倍大。阮兜遮较寒，所以阮阿母拢甲放入去即台机器内底，安尼发了较紧。拄好阮即台是有会当控制温度、互发芽的功能的。放入去差不多点外钟就发好啊。进前无即台的时阵，放伫室温拢爱发2-3点钟。发好了后，摕出来切6块。因为阮阿母要做2条，一条放3块，所以切6块。你要放2块嘛会使，安尼就切4块。切好了后，甲伊小可烂一下，甲内底的气排出来，然后甲因卷起来，放20分钟，互因休困一下。倒来摕冷槌来润米册，同款是排气，若会黏手就抹寡粉。润好了后，甲卷起来，放入去模仔内底互发。发到差不多9分满的时阵，就爱先甲电烘炉转375度，甲用互烧，然后甲俗芳下入去烘40分钟，这是有盖挂的。你若无想要盖挂，就要烘出来是安尼，你就转350度烘35分钟。烘好了后，倒出来放凉就会使切啦。好，以上就是阮阿母做俗芳的方法。其实你若是有烂米粉的机器来甲你倒烂米粉，安尼这俗芳就真简单做啊。若无你用人工牌的来烂米粉，是会烂甲忝死哦。分享互大家参考一下。我是 Lisa， 今仔影片就到这，若是介我影片如果做起赞，该分享出去，也别电话观众朋友，买起一个电话线路，安尼可能收到上新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大家嘛，咱加 Lisa 会员来甲我支持一下 ，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到follow起一个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后一个节目再会。